今仔继续来看这件，昨暝有不少的媒体拢收到一封神秘的电子邮件，阁有一段58秒的录音档，讲这是郭文铁伫伊内部的会议所讲的话，主要是咧批评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，而且故意来延期着双边贸易协定的签订。阁讲赖清德即届伫咧美国，甲这个见面会创甲真大场，是因为来甲徛台的人拢会当领800块，等等等等。这个消息现更了后，郭文铁办公室马上来回回，讲这是假消息。郭文铁嘛痛骂讲，这个世界上恶质的代志伤多了。针对这个假消息，民众党正式来检举，伫咧拄则的3点20分，到台北市的市调处来做笔录。前面转弯，这段恶劣的事太多了。这透早来到南港展览馆，民众党的主席郭文铁回去真旺，就是因为这件代志。确实，在美国就这次见面会搞得声势好大，每个人去就可以领800块嘛，就去年可以帮他站台啊，那比蔡英文场面还大。这没有办法啊，你的空间还钱多嘛。录音甲赖清德指控，这是昨暗媒体收到email覆盖消息，内容阁强调这是8月第1礼拜民众党内部会议的录音。消息一个别空，郭办马上就回应讲，这根本不是真的。其实我还是我跟你讲哦，赖清德这次去美国面试，还有啦，我看昨天那赖清德那个才好笑。至少我要面对你们这些真记者，他弄个假记者这样开就可以了吧？这个。来听看卖真的可批，讲国语共款有一寡开口，也有我甲你讲的话语。录音实在无风格，真残像。那我们仔细听了一遍哈，包括我本人哈，其实可以很明显的听出，不管是语气、口吻哈，当然前面哈的有一点类似，但是后面就听得出来，整个语气、口吻跟逻辑哈，就是不是柯文哲本人哈，甚至是变造的哈。检调单位下去查嘛，因为这是现在已经进入选战的过程了，检调单位本来就应该要查，也要查办。被影射的人认为不是他，那就赶快提告吧，赶快有所动作，才能证明这跟你是无关的。面对着假消息的攻击，那立委拢建议民众党来提告。这段录音当然定定参郭文铁开会人，拢感觉有一寡部分有成着，互人有猜想的空间。我们也会采取相关的这个法应措施了。那主要对我们来说比较困扰的是，现在我们不确定到底是谁来把这样的一个讯息来做散布，那也不确定说到底是谁来做变造音档不论他是用这个人工的方式，或者说用 AI 的方式来变造。要安怎个内部当咧讨论，要过爆发出假录音来破乌，第3前5个月时间点正敏感，背后总惊人的目的更加是互人关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